呢句說話喺廣東話入面有着非常深刻嘅人生哲理同智慧。以下係中文解釋。原文：食得係福，唔係輸，係識做人；食得係祿，唔係忍，係鋪將來條路。中文翻譯同解釋：一、食得係福，唔係輸，係識做人能吞得下，就係一種服從。唔係輸咗，而係識得做人嘅道理。呢度嘅食得意思係可以忍，可以接受，特別係喺人際衝突或者委屈嘅情況下，唔係因為懦弱或失敗而選擇退讓，而係因為明白做人嘅分寸同智慧，懂得喺應該忍嘅時候退一步。二、食得係祿，唔係忍。係鋪將來條路，能忍能吞，唔只係強忍，而係為咗將來鋪路。呢句說話提升咗前面嘅境界。祿意思係記錄、積累，唔係單純忍氣吞聲，而係有遠見、有計劃咁為自己嘅未來鋪墊，累積經驗同實力，等時機成熟時再出擊。總結。呢段話嘅精髓在於，能忍係一種格局，係為未來而沉潛，唔係怕輸，而係識得輸贏背後嘅時間差。